喂，各位兄姐，大家搞早，大家平安。咱即马来开始今仔日的吟诗学录。首先，咱先献开圣诗86首，威严君王骑驴进前。咱来吟1、2、3、5吼。这个曲调吼，敢若足熟悉吼。咱的圣诗390首，阿罗提白万福本源嘛是共款这个曲调。这曲调是一个无名氏的，德国的一个无名氏伊所做的曲。啊，这是86首的这个族吼，歌族吼是英国的一个牛津大学的诗学教授叫做米尔曼伊所做的。那这是一首樟树主日定定用的俄罗斯。好，那这首歌的第2节甲第5节的第2句，谦卑自在，是进行，是这首诗歌的重心。啊，伊讲出耶稣骑驴进前的宗旨。好，咱刷接第2首是圣诗92首吼，伤心少年我主老悔。咱伊即首歌吼有足侪半音吼，那咱麻烦钢琴伴奏，咱先甲咱从头到尾弹一次，咱小可才熟悉这个曲调吼，好吗？好，咱即摆来吟1、2、4节，哈。伤心少年我主老悔，我主休息苦堂，当我梦想一个作为为国避避的狼，救主为难世间。罪的心定的心的根，稳定的佛祖心里面，你爱的高万岁。第4节，虽老百姓痛苦不停，也为不到主恩，但希我心的主民间，马
这首诗歌吼，有一个半音半音的感觉吼，互咱有一个足伤心的感觉吼，所以这首诗歌是受难受死的一首诗歌。好，接下来咱来献开献诗115首吼，这是个救赎恩典的诗歌。十字架顶，耶稣受定死。咱来吟1、2、3吼。好。十字架顶，耶稣受定死，拿出宝血洗我罪愆气，因有甲我上罪光落家，因个伊名，因个伊名，因个伊名。有个我最上的嘉宾，一个伊名，我最个当耶稣拯救我，亲亲个小伊有几多，对心的给hin最伊条，一个伊名。一个伊名，一个伊名，因有个我最上的嘉宾，一个伊名，不为我作救我血里罪，亲自是能力的多贤惠。我心欢喜地救主来行，一个伊名，一个伊名，一个伊名，为有个我最上的嘉宾，一个伊名。咱今仔日的上尾变诗吼，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有改歌词吼，咱无咱唱一遍好吼。本来是三位一体，改做三位上帝。咱看 PowerPoint 吼，咱唱一遍好。一个归心的兄弟，一个心有信心三位兄弟，在地的在地的，将来要以我的地，无永无尽。阿门，阿门。咱今仔日吟诗学落到遮。即时礼拜要开始，请咱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
咱所听见的有啥人信啊？耶和华的手啥人显明啊？伊受看轻，互人放杀，受侪侪苦痛，常常拄着忧闷。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总是咱掠做伊受责罚，互上帝拍，搁受苦楚。若是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逼迫，咱得到医好。请咱三甲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86首，圣诗第86首，威严君王骑如进前，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威严君王骑如进前，白丝沿路酒下欢颜，路酒菩萨菩萨手起，温酒救主对兄陪去，威严君王骑如进前，谦卑自在不是真情，这是基督开选路程，他也是罪恶万变。威严君王骑如进前，天天天君看这情形，献出悲伤可怜同情，观看救主面临牺牲。威严君王骑如进前，最后到这边归我前，天白这地阳光星星，礼单伊所我有先行。威严君王骑如进前，谦卑自在不是真情。红头忍受肉体苦刑，然后就天即将冠冕。请咱三甲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感谢你无比的恩典，保守阮伫世间的年月，赏赐阮有福分来朝见你的面。当世界的局势还搁伫动乱的中间，侪所在的战争还未平息，主，阮着来明白，阮所得到的平安是偌尔大的恩典。总是阮常常骄傲自大，袂记得家己是受拣选，才通得到蒙恩的儿女。阮也常常为着小小的无顺利，就来埋怨主的赏赐无够额，恳求主怜悯甲赦免。既然阮所亏欠人甲上帝的，阮所犯的过失，阮的软弱甲无好见证的所在，拢恳求主你的恩典饶赦，帮助阮脱离罪过，用感恩的心甲正直的行踏来回应主的恩典。慈悲听阮的救主，今仔日是中秋主日，救主你伫2000年前的这一天，骑着卑微的驴仔进入耶路撒冷。主，你所选择的，毋是世间的君王宝座，毋是地上的荣华富贵，乃是为着世间人的罪过，行十字架顶受苦的路。恳求主帮助阮，明白主你所选择的，
了解主理的旨意，就是爱阮放杀即世间的价值，无用金钱甲成就来论断别人，无用暴力也是权威，互人屈服，乃是着用疼甲和平、温柔甲谦卑的力量，用阮的好所行来传扬得救的福音，用疼惜阮厝边的作为来教示阮的后一代，来成就主你所爱阮行的道路，来得到真正的喜乐甲丰盛的活命。但阮知阮的祈祷是无完全的，阮要照着主你在早教示阮的安尼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65篇。圣诗后面的1119页，启用文第65篇。这篇启用文是出自启示录第21章。咱三甲来启用。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我阁听见有大的声对宝座发出，讲。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无阁有死失，嘛无阁有哀伤、嚎叫、疼痛。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啊！我将万米拢换新。伊阁甲我讲，完成啦。喙焦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我要做因的上帝。咱说搁三甲来吟圣诗第92首，圣诗92首，伤心少年我主流血，请大家起立吟全首。
请坐。咱搁三甲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正做人的模样，来到这个世间，为着阮来放杀性命，赐下救赎的恩典。恳求主怜悯阮，恳求主的圣神甲阮同在，继续赏赐阮温柔甲谦卑的力量，赏赐阮为着人来牺牲奉献的勇气，互阮的心灵来得到真实的平安。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共读圣经，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罗马书16章第1节到27节。罗马书16章第1节到27节，请大家看听我来读。我对恁推荐咱的姊妹菲比，伊是坚高里教会的执事，请恁因为主的缘故，照信徒的本分，甲伊接待。伊有啥物需要，请恁甲伊帮赞。伊一直热心帮赞真侪人，包含我本身。请替我家伫基督耶稣的同工毕基拉甲阿古拉请安，因捌为着我冒性命的危险。毋但我，连所有外邦的教会，拢嘛要甲因感谢，嘛甲伫因兜伫组织的教会请安。请替我请安我所疼的以拜尼土，伊是亚细亚头一个归信基督的人。嘛请安为着恁受真侪劳苦的玛利亚，佮甲我的亲族，甲我做伙关家的安德尼古，甲尤尼亚请安。因伫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人，比我较大声归信基督。请替我请安主内我所疼的安伯利。请安伫基督内面的同工尼巴罗，甲我所疼的士大古。请安伫基督经过考验的阿比利，甲阿里多布家内的人请安。甲我的亲族希罗天请安，甲拿基索家内信主的人请安。请替我请安，为着主受真侪劳苦的托菲娜甲托富萨，甲所疼的比索请安，伊捌为着主劳苦工作。请安伫主受竞选的罗夫，甲伊的老母，伊的老母嘛是我的老母，甲阿顺基土、弗列干、赫米、巴勒巴、赫马，以及甲因做伙的兄弟姊妹请安。甲菲罗罗古、甲尤利亚、尼利亚甲伊的姊妹，以及俄林巴，以及甲因做伙的正信徒请安。恁着亲切互相请安。基督的正教会拢甲恁请安。兄弟姊妹，我苦劝恁，着小心提防遐个制造分裂，互恁犯罪，违背恁所领受的教示遐个人。因为即款人毋是做奴仆，伫服侍咱的主基督，是咧顾家己的腹肚，用花言巧语诱惑老实人的心。因为恁的顺服，众人已经拢知，所以我为着恁欢喜。我爱恁对好事着卡，对歹事着戆。赐平安的上帝真紧就会将撒旦拍碎，互伊屈服伫恁骹下。愿咱的主耶稣的恩惠甲恁同在。我的同工提摩太，以及我的亲族罗球、亚孙、所西巴特，甲恁请安。我得体就是即张批的代笔人。
伫主内甲恁请安，接待我甲全教会的加油，甲恁请安。即个城的会计长以拿督，甲咱的兄弟官土嘛，甲恁请安。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甲恁大家同在。阿门。愿荣光归乎上帝。伊会照我所传的福音，就是宣扬耶稣基督，来坚固恁的信心。这个福音是万古以来所隐捌的奥妙，但已经照应我上帝的命令，通过正先知的册显明出来，要互万民知，通信来顺探。愿荣光通过耶稣基督归伫独一全智的上帝，直到永远。阿门。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照伊的话所行的人。即时，请希望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来敬拜。和散那，大声喊和散那。即碟请郑永文牧师讲道，请安甲最后的劝勉。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希望诗班再去引带咱用这个和散那
大声喊和散那这条歌，引带咱伫这个中秋主日做伙来敬拜上帝。对今仔开始咱也要进入受难周，体会甲主同受苦，同过我迄个新的活命会开立。伫即个礼拜中间，咱也有受难周会做礼拜，大家会当通过礼拜来体会主最后一礼拜行的路站。咱今仔日嘛来到咱罗马书的最后要结尾的所在第16章。伫即章内底，咱看见保罗大圣有推荐一个妇人人菲比，然后罗马信徒一个请安。接落去有一段包括警告甲劝勉的话。伫最后，伊代表伊迄个服侍的团队，罗马教会请安，最后用上赞的话来做结束。真值得咱注意的所在，是保罗写批，互即间教会是伊毋捌去过，伊也毋捌去拜访，伊想要去，但是也袂去。但是到最后即个请安的所在，咱看见伊竟然摕到26个，这26个人，有的是伊古早熟悉的，有的是古早捌甲伊同工过的人。看到这个遮尔长的名单，咱马上会当想象，这个人拢是为地中海东边，为小亚细亚，为这个巴勒斯坦呀，真长的这个交通的路程来到罗马，拢是旅行真长的路到遐的人。读到这个背景，咱会通看出讲，罗马社会是咱可能无法度想象的一个流动性真大的一个社会。有侪人拢伫遐咧旅行，伫遐振动，这旅行的人较侪是生理人，是工匠，就是咧有特别的技术的这个工人，亲像保罗，咱知影保罗是咧做迄个텐트的，做帐篷的人，是专业的工人。今仔日的研究罗马社会学者甲咱讲，当时迄个时代，旅行是真安全的代志，而且因拢有固定的航班，要坐船去搭，会当安尼真顺序来旅行。所以咱会当有一个新的思考，讲罗马社会是一个流动性真密切的一个社会。20几年前，考古学家伫小亚细亚的一个城，佛吕家有挖出一个生理人的墓碑，真趣味。迄个考古学挖出迄个墓碑，迄个墓碑顶头敢若写讲伊的名叫做 Flavius， 然后下骹有写一句讲，这个人捌去过罗马72届，安尼，去过72届。哇，这个墓碑互人真着惊。你想象为小亚细亚去到罗马，迄是足长的旅程。这个人一世人捌去过72届，这当然是咧小可咧典义的迄种经历啊。但是咱会当为遐看出讲，罗马社会是一个真平凡的旅行的一个社会。这种真平凡的旅行，嘛，互咱知影讲，上要紧的问题就是安排免啊大的问题。你去旅行上要紧，就是爱带迄个会当有真舒适通住的所在。罗马社会迄个时阵的旅馆名声足歹的，旅馆内底有真侪共骗的，嘛有足侪色情的问题，服务的品质嘛足歹的，所以大部分人拢无咧住旅馆，拢是去招朋友，还是即个工作的即个伴伙伴的厝内底来住。连犹太人家己嘛拢有一个系统，犹太人若出去旅行，会长会替你安排去住伫犹太人家庭内底住。
所以为这个角度来讲时阵，咱会记得几礼拜前有讲起保罗写批，互真侪教会的时阵，拢会用迄个真特别的通关密语，吼。伊会甲讲啊，我要去恁遐，恁会记得来甲我接待哦，吼。接待之字就是讲啊，你著爱甲我安排房间，互我通住安尼，吼。啊，所以为这个角度来讲，咱会发现讲，初代教会拢是用家庭教会形态伫遐存在，吼。家庭教会就足要紧的，一个真大的家庭，哦，罗马社会内底迄个住户吼，迄个家庭通常会当带到40人到50人，哦，迄厝是足大间的吼。所以家庭教会伫接待这旅行的人顶头，扮演真要紧的角色。这互咱看出初代教会迄个教会观，甲咱今仔日真无共款。哦，迄个教会观基本上是一个家庭的概念。哦，今仔日咱佫读到真特别，就是保罗这个请安的批内底真长的名单，哦，20几个人，拄仔咱来听一个一个的请安。读到这个名单，有个人可能会感觉真无聊，吼，遮尔长的名单，想要甲跳过，吼。但是你若斟酌去看迄内底细节的时阵，你会发现讲，这份名单提供咱一幅足水的图像，就是初代教会渐渐地形成的迄个新的信仰群体所代表的迄种团契精神。咱较尔小可介绍几个细节，咱就会感受到啊，这个图真水吼。搁较值得注意的是，26个人内底竟然有10个是女性，哦，26个内底10个是女性，比例足悬的，哦。咱就为遮看出讲妇女伫初代教会扮演真要紧的角色，袂当忽略这个代志。下面咱就真紧来看这个经文的细节。第1节到第2节，保罗伫遐讲，我推荐咱的姊妹菲比，伊是根吉里的执事。根吉里是伫哥林多教会东南方11公里的所在，海港。若要为希腊半岛去小亚细亚，要去，譬如讲去大城以弗所。就爱为根吉里这个港口出港吼，所以这个根吉里可能是保罗当时设立哥林多教会了后，搁去开拓的一个福音的点吼。啊，这个福音的点嘛，诚做一个教会。啊，菲比可能是这个教会创会的元老吼。执事这个名，原来意思就是服侍者。伫这个时阵，可能执事也毋是一个正式的职分，不过伊是一个热心的服侍者。哦，伊的名有希腊的背景，应该伊也是将这张批带到罗马的人。哦，就是讲，今仔有罗马书这张批，就是菲比将这个批带去到遐。哦，伊去罗马，可能去办代志。有可能要去罗马这个首都，有法律的代志要处理，嘛有可能是为了教会需要，嘛有学者讲，伊可能是为了保罗想要去西班牙宣教。吼，咱顶一届经文才讲起保罗想要去西班牙宣教，吼，伊可能先去为了保罗做准备。吼，不管怎样，保罗甲俄罗讲。伊是一个热心助人的人，哦，咱台语讲热心帮助人的人。这里 prostatis 嘛有可能是一种职分，哦，专门咧替奴隶处理行政的代志的一个职分，哦，嘛有英文的圣经翻译本，甲这里翻做女的这个赞助者，哦，咱讲。伫迄个君主甲温客社会内底，即女性的一个君主，吼。那安尼，菲比是一个不只有地位的人。保罗甲罗马信徒讲，恁一定爱甲伊好好接待，照主内底的款式，
照圣徒的款式甲伊接待，吼。所以这是一个推荐的批，毋望菲比会当去到罗马受到好的接待。接下来对第3节开始，就是请安的话啊。头一个请安的对象是一对翁仔某阿基拉甲毕基拉甲阿古拉，这是咱非常熟的一对夫妇。这对夫妇的名伫新约圣经出现6解，其中有4解吼，这个太太毕基拉的名放伫头前，这真无平常啦。伫罗马社会内底，一定先讲丈夫，才讲太太。伊4解拢放伫头前，表示讲毕基拉是真无简单的一个人，有可能是罗马贵族出身的，社会地位较悬。伊的先生阿古拉有可能古早是奴隶，后来变做自由人，甲伊结婚。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毕基拉，伊工作的能力足强的，性格嘛较外向，所以真侪人较捌伊，所以甲伊的名放伫头前。咱到上尾啊，再过来介绍这对夫妇。第6节讲到一位妇人人叫做玛利亚，保罗甲咱讲，为着恁受真侪劳苦的玛利亚。玛利亚可能是一位单身的姊妹，伫遐用多受劳苦来形容伊。即个保罗常常讲到伊家己，当伊咧宣教的时阵，伫做教会事工的时阵，真着磨，伊就用即字。所以这位单身的妇女玛利亚，咱毋知影伊是啥人，伊嘛有可能是教会领导者，嘛有可能只是平凡的一位姊妹。但是保罗讲，伊一直伫遐为主着磨。咱想象咱的教会内底某一个姊妹，礼拜煞大家拢走了了，伊搁伫遐咧修圣诗，伫遐咧扫涂骹刀，伫遐甲椅仔拢摆好，真好势。玛利亚就是像安尼的一个姊妹。第7节讲到一对可能是夫妇，讲安多尼古甲尤尼亚。这对夫妇保罗甲因学了，讲因比伊搁较早信耶稣，也捌甲保罗做伙关过家，伫使徒中间是有名望的人。这对夫妇内底真特别的所在是，迄个尤尼亚这位，古早大部分的圣经翻译本拢甲伊当作男性，所以讲到因的时阵，就直接用男性的主词来讲因。但今仔日圣经学者发现讲，尤尼亚毋是男性，是女的。所以有的学者讲，咱爱甲名改做较女性化。有人讲朱尼亚这个名袂歹。真特别的是，这位女性，保罗甲称作讲是使徒中间有名望的人。哇，这嘛真值得咱关注。伫这个时阵，罗马教会嘛有女性去用称作使徒。这咱讲是一个教会，无偌久，咱知影教会过几十年，就变做一个非常父权的教会。查甫人做中心，女性拢去用排伫边啊。但是这个时阵，咱看见尤尼亚去用称作使徒，这嘛真有意义吼，真有意义。咱跳到第10节甲11节，伫遐讲到2个家庭，讲到阿里多布甲厝内底的人，佮讲到拿基索厝内底的人。厝内底的人，这里的意思就是规家伙仔的意思。在指当时家庭内底遐奴隶，主要咧讲遐奴隶，是讲得到自由的奴隶。可能人数多，嘛有可能少。伫遮摕到这2个家族，可能拢真多，可能20-30个奴隶，有可能。
因为学者有去发现，这两个名拢真出名。阿里多布可能是大希律王的亲人，拿基索呢是皇帝革罗丢的好朋友。所以讲到这两家人，甲因厝内底遐罗勒请安，表示福音通过这罗勒，有可能已经进入这个罗马这个顶流的社会，伫贵族的厝内底，伫皇帝家族的内底，已经有福音传到遐去啊！这也是一个真有意思的图像。12节讲到一对姊妹啊，托菲拿甲托富撒，有圣经学者讲，这对可能是双生查某囡仔、双生姊妹啊。这对双生姊妹啊，两个人为细汉去用合作古水的名，一个叫做娇小玲珑，一个叫做幼嫩可爱，两个古水的查某囡仔就对。结果保罗讲，这对翁仔某啊，拢为着主着磨艰苦，着磨工作。然后我讲到一位女性叫做比色，比色的意思是为波斯来的妇人人。照保罗甲伊用的称呼讲所听的比色，这个称呼通常是对年长的人的称呼，所以比色应该是一位老的姊妹啊，伊嘛为着主劳苦工作。保罗请安这几个妇女。13节嘛，真值得咱注意，讲到这个罗弗，这个名伫福音书出现一解，就是马可福音15章21节。咱拄好这礼拜受难周，耶稣去用定十字架的时阵，拄有一位为非洲来古年来的人西门，去用笔替耶稣扛十字架。伫马可福音遐讲，西门就是罗弗甲亚历山大的老爸。照马可福音迄种写法，表示讲马可福音的读者对这对兄弟真熟悉。咱知影马可福音就是为着罗马迄个所在所写的，所以这个罗弗可能就是迄个古利奈人西门的囝。咱这个拜五受难日的迄个暗时礼拜，咱就要来讲这个古利奈人西门的故事。真有意思。保罗讲请安罗弗甲伊的老母，伊的老母嘛是我的老母。哇，这句话，个人感觉足水的一个表达。咱伫教会内底有真侪咱的师大，或者阿嬷还是妈妈，咱有时嘛会讲，伊敢若是我的老母共款，伊拢一直用听款待我。保罗伫遮讲起这个老母，讲伊嘛是我的老母，讲起一个真水的图像。最后到15节，阁有一对翁仔某，菲罗罗果甲尤尼亚，然后后壁有讲起4个囡仔的名。所以学者讲，这个可能是一个家庭，这对翁仔某阁有遐囝儿甲这个查某囝。保罗迄个袂记得迄个查某囝的名，所以敢若讲伊的姊妹安尼吼。但是咱知影，这个嘛是一个家庭。保罗咧讲请安这个家庭的时阵，咱会当想象，因嘛有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教会。到最后16节，保罗讲，恁着互相请安。原文是讲，着用圣洁的烧金来请安。这是真水的表达。最后伊佫讲，基督正教会嘛甲恁请安。保罗敢若代表所有伊捌设立的教会，甲罗马教会讲，所有的教会拢咧恁请安。这句话有真悬的这种普世的意义。无共阮地区的教会，
互相请安，结连成做一体。吼，进入下面一段17节到23节，保罗伫遐改变伊的口气，伊开始用警告的话。伊讲：着小心遐提防遐制造分裂，互恁犯罪，违背恁所领受教示遐人。咱毋知影伊咧讲的是啥物人，嘛毋知影伊咧讲的是啥物团体。但是保罗用真坚定的话伫遐甲因提醒。进前25章15节，伊就捌讲啊，我大胆甲恁提醒。所以伫遮，伊也指出讲，这个人是要制造恁分裂的，要互这个教会拄着见效的人。伊佫讲，这个人动机不良，因顾家己的腹肚，用花言巧语诱惑恼失人的心。伫警告了后，第19节，保罗佫肯定这个罗马教会信徒信仰是真有坚定的。伊讲恁信心的迄种顺服，众人拢知。所以我相信恁会当应付这个甲恁欺骗的人。然后伊讲，恁对好事着巧，对歹事着戆。对歹事着戆，这字嘛真有意思。原文是讲伫歹事顶头着无知啊。遐歹代志毋知影较好，袂去感染着遐歹代志。即有一种预防的概念。保罗咧甲因提醒，甲因警告，毋通出问题啊，才要去治疗。提醒因着预防这个人。20节，保罗佫一摆用赐平安的上帝来甲因祝福，然后讲撒旦，上帝真紧要甲这撒旦打伫伊的骹下面，然后最后伊讲，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同在。这是保罗伫真侪批信拢会用的祝福的话。到21节到23节，保罗代表伊的同工的团队向罗马教会请安。内底包括咱真熟的提摩太。特别讲起一位叫做狄提，伊讲伊就是替保罗写批的人。保罗拢是用口述，狄提甲伊写落来。然后佫摕到其他几啊位的同工。特别注意的是最后一位，伊讲接待我，甲全教会的加油。保罗写批的所在是咧哥林多，所以伫遮讲的即个加油，就是咧哥林多遐同款有一间家庭教会的一个服侍人的真好的兄弟。最后保罗伫批内底有讲起，即个城的过价长伊拉多。即个咱毋知是啥物人，但是咱看见保罗的对象，宣教的对象内底，毋是拢总是低残的人，嘛已经包括伫社会内底有地位的人，已经进入伫教会内底。最后25节到27节，保罗用上赞来做伊的结束。伊讲：我所传的福音，毋望通坚固恁的信心。然后25节到26节，伊讲起即个福音，就是万古以来稳密的奥妙，但已经显明出来。即个奥妙即字是保罗较后期的作品较常用的。咱来去看歌罗西，还是以弗所内底拢特别讲起即个奥妙，上帝有一个古早稳重的奥秘，但已经显明出来。即个奥秘是啥物？就是犹太人甲外邦人拢要成做一体。上帝福音是为了全人类的。保罗用安尼来做伊的结束。第27节讲，愿荣光归伫独一全智的上帝。各位兄弟，今仔日即个上尾罗马书上尾结尾即段经文真有意思，互咱看见真水的图像。咱拄仔所读请安的话内底，
咱看见保罗真亲切，对每一个人称安。遐个名内底你去甲读，有罗马人，有犹太人，有罗勒主人，嘛有罗勒，有希腊的名，嘛有拉丁的名，有男性，有女性。保罗甲每一个人拢当作主内底的兄弟姊妹来看待，一个一个讲起因的特色。啊，这个就是真有名望的使徒，这个就是为着主咧着磨的姊妹。通讲，互咱看见画出一幅真水的信仰团契的图像。咱会记得保罗伫加勒泰3章28节，捌讲起伊所期待迄个教会的图像。伊讲无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分奴隶还是自由人，无分查甫还是查某，伫基督耶稣的生命内底，拢成做一体啊！今仔日这段请安的话，正正就咧反映这个真水的图像。特别内底，咱读到真侪女性的名，内底佫有足侪奴隶的名，这拢互咱特别看到讲啊，这是真水的一幅图，一个甲罗马外口的世界完全无共款的一个新的社会已经形成啊！伫这个新的社会内底，无分阶级，无分性别，无分种族，已经成做一体。这也是保罗伫14章罗马书14章伫遐讲的，上帝国上要紧的，毋是咧临者，上帝国是伫圣神所赏赐公平、和平、甲喜乐。咱看见这个新的信仰群体的图像已经出现。今仔日的经文啊，搁看落去，咱嘛感觉真有意思。就是伊讲起伫罗马甲伫哥林多有真侪遮个家庭的教会。咱看见内底提起毕基拉甲阿古拉伫因兜组织的教会，阿里多卜甲拿基索家内底的人，嘛是可能是一个家庭教会。另外，佫讲起伫哥林多该由因兜组织的教会。初代教会确实真有意思，无像咱今仔日有遮个公共的建筑物，因为迄个时阵教会伫罗马帝国也是受对敌的，所以因拢伫厝内底咧聚会。保罗常常互全家来归信基督，然后迄个家庭就会变做一个聚会的所在。咱伫《使徒行传》、伫罗马书、伫哥林多的批信，拢看到即个真水的图像。有的时阵，一个城市就有几若间的家庭教会。这个家庭的教会上特别的一个特色，就是好客，接待外人，接待这女性的人，接待这不断的叮当的兄弟姊妹。所以好客这个精神，有人讲就是初代教会上水的信仰的特质。另外，咱也看见保罗伫批信中间讲起伊的同工的团队，咱也甲算算的，连菲比算在内，伊的团队拢总9个人，伫遐甲算9个人。所以宣教毋是单打独斗，宣教是一个团队合作。就爱分工，什么人做什么，什么人做什么，宣教才会让有成果。所以保罗今日这个批信的最后，互咱看见一个初代教会真水的这个团队，以及迄个信仰的群体，也因为安尼，伊才会警告，讲遐想要破坏这个群体的人，这假师傅，咱就要注意。爱警告信徒，爱离开因远远。伊最后恳求上帝，赐平安的上帝，将撒旦打好嘴，互因克服
伫伊的骹下。撒旦的本性就是制造分裂，摇动人的信心，互信徒绊倒。保罗讲，这人恁就离开因较远。第二，咱今仔日这段经文嘛讲起，除了迄个真水的群体图像，保罗嘛讲起真侪个人、真侪信徒的典范。咱内底读到腓比，腓比是一个热心帮助人的人。佫有讲到遐个受罪劳苦的玛利亚，啊是有名望的使徒安多尼古甲尤尼亚，佫讲到迄对双生姊妹啊，啊佫迄位年岁较大的比实，即个妇女，啊佫最后会记得罗福的老母。对待保罗，敢若老母共款咧对待因。这人拢是信徒内底真水的典范。保罗想起罗马教会，就想起这一个真水的信徒的故事。咱只有来看毕基拉甲阿古拉这对夫妇，因的故事确实真水。因圣经内底上早出现伫《使徒行传》讲起，因是出现伫哥林多，因为罗马皇帝敬老丢将犹太人赶出罗马，所以这对翁仔某就来到哥林多。来到哥林多以后，因甲保罗诚做熟悉，毋但是同工，因拢是做帐篷的，因后来佫诚做福音的同工。保罗去以弗所宣教的时阵，这对翁仔某嘛做伙去。去到以弗所，伫遐嘛有厝，伫遐因的教会嘛，因的厝嘛，诚做家庭的教会。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讲，因为着我冒性命的危险，冒性命的危险。原文讲将家己的颔棍无看要紧，无看做要紧。这有可能是指伫以弗所捌发生一个暴动的事件，有一个银匠，迄个民间宗教的银匠制造一个暴动，保罗险去用杀死。保罗讲，这对夫妇为着我冒性命的危险。佮另外一个真要紧的故事，就是后来有一个真出名、真聪明的学者，叫做阿波罗。来到以弗所，伊有足好的口才，嘛咧传讲基督。结果这对夫妇发现讲阿波罗对基督教信仰的了解无完全，因就请阿波罗去因兜，互伊真温暖的这个友谊，然后将因所了解的信仰分享互伊。阿波罗也因为安尼，诚做更较好的一个宣教的人才。咱搁读落去《哥林多前书》16章，保罗写批互哥林多教会的时阵，上尾伫遐讲，我嘛替毕基拉甲阿古拉恁请安，因的厝内底教会嘛甲恁请安。所以咱看见，因去到以弗所嘛建立一个家庭的教会。咱今仔日读到罗马书16章，咱知当敬老丢皇帝死了后，这对翁仔某嘛倒转去到罗马，伫罗马佫建立因伫厝内底组织的教会。新约圣经最后一解讲到这对翁仔某是提摩太后书第4章，伫遐写批互提摩太的时阵，保罗讲，这对翁仔某嘛甲你请安。所以，咱若规个甲即个图像甲伊斗做伙来看，即对翁仔某真无简单，足认真为了福音拍拼，而且因不断地移动，上早伫罗马，后来刷到哥林多，然后去以弗所，后来佫转去到罗马，最后佫去到以弗所。不管因伫倒。咱看见因的厝，
拢是基督徒团契甲敬拜中心。不管去到倒，因的厝拢，互咱看到迄友谊、团契甲疼的光伫遐照。伫罗马迄个流动性真大的社会，咱想想，若有人去到外地做人客，上有价值的，就是有找到一间会当投靠的家庭。入去迄个家庭，互人袂孤单，嘛互人袂去互社会做歹的代志诱惑。所以保罗伫今日罗马书16章第40讲到即对夫妇讲，毋那我，连所有外邦的教会嘛拢甲因感谢。各位兄弟，今日这段经文确实是真有意思，做结束做罗马书的结束。甲咱画一幅真水的初代教会迄个团契图像，嘛甲咱讲起真侪真特别个别的信徒因的典范。今仔日保罗若写批，互咱这南教会，毋知伊会用甚物款的图像来描写咱这间教会，伊会摕到甚物人？我想举例讲啊，伊可能会摕到王妈。拢咧，不管是拢咧服侍人的王妈，还是讲到张姐妈，规世人拢咧为了信仰做见证。咱遮无，就我所在啦，敢若无双生的查某囡仔双生的姊妹啊。但是可能保罗会摕到双生的辅佐甲扶幼，因怎样伫教会热心劳苦服侍，可能嘛会摕到。杨望顺老师为了教会音乐付出遐尼多，保罗可能会提起侪遮为着主劳苦的人。希望咱将保罗这个教会的图像放伫咱的心内，也来学习这个初代教会真水信仰的典范。咱来继续来形成一个水的信仰群体。希望上帝恩典疼痛。继续不时扶持咱来教会，咱做伙三角来祈祷。恩典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保罗伫罗马书最后一章所描写迄个初代教会图像，互阮也看见一个真水信仰群体伫遐形成的过程，也看见内底阮可能无真实，但是通过保罗的描写。已经真清楚，伫遐表达出来的信仰的典范，拢提醒阮怎样参与伫教会即个水的家庭，尽阮会当做的参与伫教会各种的事工内底，互阮通过阮的参与，即间教会也成做上帝水的信仰群体。阮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将阮即间教会交伫主你的手，恳求你继续引带阮头前所咧行信仰的道路。献上感谢祈祷，告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今仔日要举行圣礼典。即时咱要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大家起立。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岛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过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三甲来
吟圣诗。请坐，请坐。咱今仔日就要为两位姊妹来举行成人的洗礼。大先要请陈淑娟甲吴真理来徛伫头前遮。咱即个房站是瓦克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还袂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教示因守，过我日日，甲恁直直到世间的落尾。亲像迄时彼得叫人着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要对恁安尼讲，恁着亲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当陈淑娟、吴真理，恁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问恁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有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请来头前这个所在，先请真理吼。我来宣告，陈淑娟、吴真理，恁已经受洗来告别恁的信仰。我靠教会的头，也是大灵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济南小会的官兵，接纳恁做陪产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遮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因，用你的圣神降落伫伊顶面，将你的恩典赏赐因，互因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面。拄着试探的时，保护因，互因为精进信仰的好精进。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疼。搁互因为一世人服侍你，阮的主上帝，
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与伫即个圣礼典了后，会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阮对离开你的道路，致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典。求你，互阮会完全反悔，带阮倒转归转你，对答了后，会做你尽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请恁坐过来，咱介绍即个陈淑娟甲吴经理两位姊妹来参与伫咱教会的大家庭。咱请春晴牧师送即个证书甲圣经互因两位。咱请小会员来接纳，来甲因握手接纳，小会员。即碟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115首，12架顶耶稣受钉死，圣诗115首，请大家起立吟全首。12架顶耶稣受钉死，流出宝血洗我罪清气，是有个我受罪功劳正，应更伊的名，应更伊的名，应更伊的名，是有个我受罪正名，应。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见啊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三甲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啊归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
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说的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主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福，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款式，咱大声做伙来祈祷，来感谢上帝。主要说，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列伫你的面头前所想事饼甲葡萄汁。互阮接纳者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血，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当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当成长伫你的恩典，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主耶稣讲，即个身躯，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大概行，着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伊又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的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阵，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摕到饼的时阵，会当先甲迄个塑胶螺啊甲拆开吼，啊，咱会当灭倒。
最后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大概食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做伙来享受。食了后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室里面。见若啉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摕着杯的时阵，会当心脏顶头迄个烟塑胶挂甲先甲拆开吼，咱密倒做伙来领受。这个杯就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恁大概啉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恁大概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咱做伙做感谢的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正的食物，搁互阮知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的。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
互阮会当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当荣耀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即时是公道的时间，咱今仔日要为着下面的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请为着受难者甲全球教会共同来纪念耶稣的救赎来祈祷。第二，请为着咱伫3月29日受难日的暗时所要举办耶稣受难日的礼拜来祈祷。第三，请为着圣歌队甲乐团来准备搁偌济赞美礼拜来祈祷。咱请大家共心开喙来祈祷。即点，请今仔日的司院长陈义宣执事引带咱做结束的祈祷。请伫位上帝，阮今仔日会当组织伫遮，拢是因为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时时刻刻纪念着阮。这个时期，阮也特别来纪念你。这个礼拜是受难周，今仔樟树主日是受难周的开始，互阮会当伫即个时阵特别的安静心。互阮知影会当记着你为阮的受苦，你为阮的拖磨甲付出，伫即个时刻，阮搁再一届的思想。主啊，搁来阮的同工圣歌队要准备做活动，求你赐予阮智慧，嘛看顾阮的身体甲心灵，拢会当永驻。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即点咱来奉献。
请大家起立，咱做伙用现行的诗做咱的祈祷。请坐。这点来报告。请大家先开周报，咱来看通知事项的部分。本月份的治月长老是林世宏长老。报告事项第一，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也是受难周的开始。请兄姐，咱伫即礼拜的期间，避免来出外旅游，或者是喜庆宴乐。今仔日的3场礼拜中间，咱有举行圣礼典，请兄姐备万心，共同来纪念耶稣的受难甲救赎。受洗甲圣礼典服侍名单，伫遮请家己看。第二，3月29日拜五是主耶稣基督的受难日，咱伫暗时7点半来举行礼拜，请音乐密契诗班带领。礼拜中并且举行开放式的圣餐，欢迎无论是是受领洗礼，只要是愿意领受主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人，拢会当做伙来领受圣餐。即礼拜拜3的暗祷会要暂停一摆。第三，咱后主日3月31日是过活节，赞美礼拜要伫早起是10点来举行，由圣歌队甲乐团带领咱全体会友来献上俄罗的祭。礼拜中，咱上时也要举行开放式的圣餐，请兄姐备万心，共同来敬拜。礼拜后，古鲁传客这边有准备过活节的红卵，甲兄姐来分享过活的喜乐甲祝福。第四，今年的清明追思礼拜定伫3月31日，也是后礼拜主日过活节下晡1点，伫大礼拜堂来举行，请报名的家庭出席，也欢迎兄姐做伙来追思。第五，咱牧者团队经过8个月的时间来传讲罗马书的信息，到目前已经要告一段落。咱对4月份开始，伫咱的神学教育牧师、陈永牧师以及牧者团队的规划之下，咱要来开始传讲以赛亚书。咱邀请兄姐会当先来读以赛亚书，帮助咱伫听讲道的时阵，会当搁较明白以赛亚书所要启示咱的信息。另外，教会伫4月初3下晡2点到3点半，分别有请赖鸿专老师甲郑阳恩牧师来传讲甲研讨会。地点是伫203教室，也欢迎兄姐做伙来参加。第六，咱本教会杨望顺杨老师，伊长年来致意伫圣乐的创作，目前已经有出版33集的作品，欢迎兄姐来购买，也是会当咱熟悉的教会来推荐。若是有需要的兄姐，会当来办公室这边来询问甲购买。第六，台湾神学院的新约教授孙宝良牧师，伊
伫咱教会所举办的万主之主启示录圣经系列的讲座，今仔日下晡3点半要伫花语礼拜堂来举行，欢迎大家来参加。现场是用广东话来做演讲，上时有提供华语的翻译的服务吼。第八，咱伫办公室外口的交易厅有摆设一寡信仰的册，包括罗俊义牧师的甲耶稣做伙行苦路，另外也有信心之路约书亚记，以及一寡儿童圣经故事的绘本，欢迎兄弟来购买吼。第八，本教会的夫妻成长团体爱的练习室吼，今年的课程对5月份开始，每一个月是上课一摆，拜六礼拜有各开一班，每班的上限是6对，欢迎夫妻也是已经定伫今年要结婚的男女朋友，会当做伙来报名参加，报名到月底，是人数若到野就截止吼。具体消息的部分，本会会友陈友伟、谢婉君已经伫3月12日顺利来生一个查甫婴仔单选，咱伫遮甲因恭喜，请大家做伙分享因的喜乐。这点黄牧师这边有补充的报告。咱后礼拜是国乐节。因为这回国乐节咱要配合这个甲诗班做阵结合，所以咱一开始头前2首歌的中间，咱就会首这个开放式的圣餐，所以爱请咱兄弟爱提早到因为咱这个诗歌献诗的中间，咱嘛爱有会众做阵来参与，所以毋是10点到，你爱提早20分钟到。因为过年节迄天会带咱做阵，为着这个国乐这个礼拜，咱做阵要来练诗，这是真要紧的。因为毋是干那圣乐队的献诗，是咱每一个会众，咱嘛有参与伫整个献诗的中间。所以请咱兄弟爱记后礼拜，虽讲是10点礼拜，若是会当，你提早20分钟来到伫教会来备万心，另外就是咱开放圣餐，也欢迎咱有邀请朋友来的时，咱会当先甲讲，这个圣餐的意义。当然，迄天牧师嘛会搁一遍来讲这个圣餐的意义。开放性的这个圣餐嘛是代表耶稣基督恩典是互所有的人，伊若备办伊的心，要来进一步来。领受耶稣基督救恩，咱拢欢迎因做阵会通来领受，做阵来享受这个圣餐。那以上安尼补充报告，请咱会记后礼拜提早20分钟来到伫教会。这点请陈勇牧师来介绍甲请安。咱今日有几位来宾吼，咱这南教会较早期的会友。方美美夫妇，欢迎哈！有肖美丽伫咱中间，后边啊哈，欢迎。树林教会何明雄。还有这个李明宏兄弟，欢迎哈！请兄弟姊妹彼此请安哈！咱三甲来吟上营第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大家起立吟全首，金丝刷，请陈永文牧师来祝祷。荣光归圣父上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帮赞，甲恁众人三甲一体，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灭岛避会。若是需要带岛的兄弟，咱会当到外面的雨伞卡，咱有同工会来为你带岛。